阿弥陀佛，佛家弟子是不会杀生的。方才点你们的穴道，12个时辰以后会自动解开。你们走吧。迦叶，你为什么会出家呀？哦，我从生下来就是在寺庙里度过的。你多大了25。我22。你长得真好看。肉身不过是一具皮囊，没有美丑之分。那你就从来都没有爱恨情仇？人生没有爱恨嗔痴，才不会滋生心魔。我就不一样，谁要是伤害我呀，我就记他一辈子。那是你自身的心魔，只有去除心魔，生命才会得到安宁。我觉得去除心魔，只有是报复了伤害我的人以后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应该选择宽恕，宽恕每一个人，包括你的敌人。敌人也要宽恕啊？那还是别去除心魔了。如果大家都以宽恕来对待敌人，那全世界得多少坏人啊？对待敌人就得以暴制暴。我也就那么一说，你别太认真啊。其实我觉得，你离开皇宫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我倒是觉得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。天哪，我到底积什么德了？居然能碰到这么好的男人，不顾性命的去救我！啊，老天啊，你让我穿越，是因为他吗？贱女人！啊，你来干嘛？啊，我没被人杀死，你很失望是吗？你这个蠢女人！蠢男人！你离那个迦叶远一点，他就是个妖僧，他用自己的鲜血灌溉花朵，诡异得很。人家用血用尿用屎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牛宝宝，你快滚吧！我每次见到你都要倒霉，翻滚吧，牛宝宝！你啊！来人呐！娘娘，你说这次是谁要害你啊？除了陈妙之，还会有谁啊？不过我也想过是不是皇上，可是你想啊，皇上都已经把我贬在这儿了，我就算菩萨多磕几个头，让他保佑您早日回宫，早日再得到皇上的宠爱，这样就没事啦。啊，求你了，你还是保佑我在这儿当尼姑吧。娘娘，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。哎，柳儿，你说国师和皇上有什么不一样？国师怎么能跟皇上比呢？皇帝陛下那是95之尊。不过娘娘，你非要让国师跟皇上比的话，国师比皇上长得好看。算你还有点审美。哎，娘娘，那你说说皇上跟国师有什么区别啊？星座你懂吗？哎呀，就跟生肖差不多了。皇上肯定是天蝎座的，他冲动、暴躁、占有欲和嫉妒心都极强。娘娘，他后宫都3000佳丽了，他见到美女还跟小公狗似的。迦叶就不一样，他肯定是处女座的，他做事认真、专注，又善良又单纯，简直是太完美了。我一看见他，我就觉得浑身舒服。娘娘，国师是男的，怎么可能是处女呢？我
跟古代人没事聊什么天儿啊？走吧，娘娘。妙莲，我们当初是多么的心有灵犀，正是在这里，朕曾向你许诺一统天下后，封你为朕的皇后，共同坐拥江山。可是为何你生病之后，却变得连朕都不认识了？妙莲，你还会与朕一起站在这里吗？我怎么会跟和尚接吻呢？迦叶，啊，迦叶，进来吧。怎么了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刚才做了个噩梦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迦叶，我刚才看见你，怎么用血来浇花啊？请坐吧。那个叫长生花，必须用血液浇灌才能够开花。给你服用的药就是用长生花的汁液炼成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我喝的都是你的血？你疼不疼啊？迦叶，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啊？迦叶，我能跟你说一个秘密吗？说吧。其实，我是一个来自1000多年以后的人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来到你们这个朝代了。他们都误认为我是冯昭仪。那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跟你说过的，我是冯峰，我跟冯昭仪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你的家人呢？我没有家人了，他们在一次意外中身亡了。但是我还是很想回到那个我的世界中。那我有什么能够帮上你的吗？我如果要回家，就要先找到莲花山大天坑的那个地方，那儿才有回家的路。莲花山大天坑？那么远的地方，你一个女子是怎么去到那儿的？我以前一个人经常背包旅行的，我还是竞走健将呢，一天走个180里的，应该没有问题。行，我会想办法帮你的。你先回去早点休息吧。那你可要好好疗伤啊。
是疯了！我怎么会喜欢上家业呢？那可是和尚啊！天哪！啊，我的小心脏啊！我去禅房看书啊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娘娘，陈昭仪生了，是个男孩，而且晋升皇后了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娘娘，您听到这个消息怎么不难过啊？我为什么要难过啊？我可没有功夫把时间浪费在他身上。哎，柳儿，你帮我去做解阳素斋去吧。记住，要用真正的鸡鸭鱼肉来做，做成素斋的样子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呀？你傻呀！这是寺院，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吃荤啊。哦。来，尝尝我做的素斋。又劳了。家业，六根清净，众生平等。男人就是女人，女人就是男人，色即是空哦。味道真不错，比我以前吃过的斋饭都好吃。好吃你就多吃点。我正愁怎么感谢你呢。以后我天天给你送饭。我看这个就不用了吧，每天都会有人定时给我送斋饭的，就不劳烦你了。啊，不劳烦不劳烦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天天给你做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我会离开寺院一段时间。离开寺院？皇宫里有些事情需要你去办，你的身体已经无妨，就是多注意静养，另外就是要注意冷暖。行了，快吃饭吧。我吃过了，你快吃吧。快下雨了，你回去吧。皇上，八昭仪已经故去多日，您节哀顺变，身子要紧呐。想起八昭仪的一颦一笑，这心如刀绞啊！哎呀，皇上，朝中不可一日无君呐。这个道理，朕岂会不知？朕只是心情不好，散散心而已。哎，冯昭仪怎么样了？啊，回皇上，娘娘身子已经痊愈了。已经痊愈了？啊，太好了。皇上，要不要奴才传她过来拜见皇上？不用，朕亲自去看看。
好啦，别跳啦。贱女人，真没想到，你也会沦落到如此地步。贱男人，你别忘了，虽然我被打入冷宫，但我还是皇上的妃子，就算是弃妇吧，也是皇上来处置我，也轮不到你来教育我。你擅闯后宫，该当何罪啊？风朝仪，什么时候你也变成泼妇了？我让你们欺负我就不是泼妇了，皇上欺负我也就算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，他真把你害成这样了？管得着吗你？他这样狠毒的待你，你还对他死心塌地，你真是活该。哼！拿去养着点你的小命吧。想加害我，杀人灭口啊！你的死活与我有何相干？就你现在这样子，值得谁来加害于你？哼！收起你的假慈悲吧。要不是因为上次见到你，我也不会被打入冷宫。在那冷宫，总比天天伺候那个暴君强吧？妙莲，听我的，还是想个办法尽早离开吧，要不然，你迟早会死在这儿的。你当我想在这儿啊？我要是能离开，我早走了，这辈子都不回来。我会想办法的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我可找到你了。外面风大，咱们回去吧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三王爷送的药，不知道是害我的还是救我的。三王爷给的药，咱们还是扔了吧，免得惹祸上身。我都已经被打入冷宫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。海带呀海带，海带呀海带！啊！我输了，娘娘这是你的吧？把门打开。娘娘，开饭喽！公公留步。哼，娘娘，还有什么吩咐啊？公公，您辛苦了。我有个小礼物想送给你。哎呦，娘娘，有什么吩咐，您尽管说。那就麻烦公公送一车炭过来，事情办成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好，谢谢娘娘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娘娘，这是皇上上次给你的簪子，价值连城，送他糟蹋了。这怎么叫糟蹋呢？这叫物尽其用。一个簪子换一车炭，够娘娘过一与世隔绝呀。宫里可来了一位波斯美人巴尔仙，皇上一见倾心不已呀，立刻封她为昭仪，住到朝阳宫了。所以呀，你们在这冷宫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哼，走。娘娘，您就打算一直这样破罐子破摔啊？要不然呢？你以为我还想重新得到皇上的心吗？宫里的女人少了皇上的宠爱，那就什么都不是了，谁都会看不起你，而且你的亲人都不能来看你，所以才要找机会离开这个地方。你想说什么你就说。娘娘，出宫的女人，除了去安堂静养，就是在家庙，一辈子都不能外出。
以后的几十年也只能青灯古佛常伴，这跟出家了有什么区别？那也比在皇宫强啊！每天受人欺负，勾心斗角的。哎，听郭公公说那个巴尔辛，他住进了朝阳宫，而且还晋封了昭仪。陈昭仪是因为得了龙种才得以晋封的，看来这个巴美人比陈昭仪还有心计。她一来就当了昭仪，肯定是个绝代美人。听说皇宫后天有大宴，看来就是为了庆祝巴美人晋封的。有大宴，那我们也去参加吧，顺便看看皇帝的波斯猫长什么样。凭什么这个波斯女人刚来了就当了昭仪？刚走了一个冯昭仪，又来了一个巴昭仪，真是走了狼又来了豹。姐姐，这个巴昭仪现在皇上很宠她呢。想当初皇上不是也很宠冯昭仪吗？可是现在呢，还不是被打入冷宫了？这种事情宫里多了，快点，日子长了你们就懂了。停，走。哎，那不是冯昭仪吗？哎，妹妹，既然来了，又何必匆匆离开呢？哼，护怕护。参见各位娘娘，参见陈昭仪。你可是去恭喜皇上的？是啊，妹妹命苦，反正也没有几天好活的了，自己知道不可以再伺候皇上，也就死心了。不过在恭喜皇上之前，倒是要先恭喜姐姐啊！啊，为何恭喜本宫啊？姐姐你怀有龙种，身子不方便，就把皇上让给其他女人去侍寝，这样不是给姐姐分担负担了吗？就可以安心养胎了呀。那倒是。如果巴昭仪运气好的话，应该很快也会有龙种吧？这样姐姐们又可以为她去分担。哎呀，真是姐妹情深呢。本宫无法侍寝皇上，想必妹妹也没有这个机会吧？同病相怜之人又何必在这儿？不，妹妹跟姐姐可不是同病相怜。姐姐你有龙种，妹妹有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再加上我这身绝症，在皇上的眼里，我早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妹妹也不必绝望，说不定皇上哪天又回心转意了呢。往事不要再提，过去已是风雨。姐姐妹妹们，你们玩啊，我先走了。啦啦啦啦啦啦！哼，来了。你今天去见三王了？对。哼，怪不得你的病连国师都查不出来，原来你躲在这里装疯卖傻，就是为了方便跟三王私会。你想跟他旧情复燃吗？我没有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。枉费朕这么宠着你，你不但跟三王藕断丝连，还推倒陈昭仪害朕的龙子。冯妙莲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胡说八道，我根本就没有碰过他。大胆！居然敢用这种口气跟朕说话！所有的嫔妃宫女都看见了，你还想抵赖吗？你是嫉妒陈昭仪怀上朕的龙种是吧？我没有，我是被陷害的。一个怀孕的女人就可以横行霸道，随便欺负人吗？他陷害你，我看你是在害朕吗？昏君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只是一个昭仪，竟敢骂朕！朕现在就可以杀了你！从今天起，你就跟朕带到冷宫去，朕再也不想见到你！娘娘，皇上怎么能对你下得去这样的狠手呢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让我看看，娘娘。冯昭仪，你们还是换个地方住吧。
待在这儿，怎么才能回家呢？好想猪猪。娘娘，皇上也太狠心了，那么宠爱你，一句话就把你打入冷宫了。开门！娘娘，可能是御膳房送饭来了。郭公公，怎么都是些剩饭啊？而且还是冷的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你还想挑三拣四啊？今非昔比了，还拿自个儿当个人啊？走。郭公公，郭公公。娘娘，平时我们都是列单子给御膳房，如今只有冷饭了。柳儿，你再去找一床被子过来，这个房间太冷了。娘娘，没有被子了。这么冷的房间，一床被子让我们2个人怎么睡啊？娘娘，您躺下吧。啊，不行，柳儿，啊，去找一把刀来。娘娘，您可要想开一点啊！你当我要自尽啊？娘娘，你暖和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娘娘，您真聪明，而且还胆大。我从小就挺独立的，像个男孩一样，打架什么的都小菜一碟。说了你也听不懂。娘娘，您有的时候不像娘娘，像其他人。柳儿，你相信穿越吗？穿越？穿越是什么意思啊？穿越呀，就是从过去到了现在，从现在又跑到了未来。其实我是21世纪来的人，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冯妙莲、冯昭仪，我是冯峰。你能懂我说的话吗？娘娘，你说什么呀？我一句话也听不懂。就当我没说吧。皇上如此忧虑，是不是因为冯昭仪被打入冷宫的原因？不要跟朕提他。臣妾知道了。启禀皇上，波斯使臣刚刚进贡了一个绝世舞女，要不让她给您跳个舞解解闷儿？也罢。哼，冯昭仪跟我斗？